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好，早欢迎收看3月14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中国配偶做网前翕影片传到网络顶，讲中国爱武力统一台湾去互检举。移民署甲废止2000居留许可，也拿赶出境的部分，因为有甲台湾人生囝，就爱评估过才会做出处置。中国配偶网前伫台湾家己翕网络影片发表武统的言论，内政部移民署认定违反两法条例和相关规定，废止伊在台2000的居留许可。针对后壁出境的规划，移民署指出讲，因为这个中国配偶和个人有亲生囝儿，会综合斟酌做出适当的处理。他的配偶本来就是国人哦，那也共同育有亲生子女啊，所以有关他后续就是说出境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正在审酌他的整个家庭团聚还有子女权益的这些因素综合考量，才会去做后续的一个适当的处置。宣扬武力统一台湾这个部分，这个就是不允许。那至于他什么时候会回去哈，应该是他收到移民署的处分书之后。中国配偶网前的发言是打着统战的红线，移民署提出动法，会依规定废止伊在台2000居留许可，而且5年未当阁申请2000居留。即马嘛传出，因为即种状况互检举的，阁有中国配偶温琪和小美。头前即个已经去移民署访谈，后壁即个是收到通知函。网前北京进前讲，就是向移民署来检举的，嘛互中国各台办点名，骂甲袂听进。我只能说啊，我终于又进一步的迈向台独惩罚名单了，心心念念啊，被敌人点名可谓是光宗耀祖啊！中国唔但使用统战的手段，嘛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中国的公务船延兵2号12是越界弄入来咱国的限制水域，想要投放探测仪起来做水下的探测，海巡署随派船赶去现场公布处理。延平2号，这也是金门海区，这也是金门海域没有办法让你们做科学研究。海巡署强调讲，中国的科研船入来咱方限制水域，要做水下的探测，无单纯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无排除有战略意图。海巡舰艇会严密监控中国公务船的动态，来确保咱国的海洋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科研船延平2号入来咱的限制水域，各技术抗机去进行探测，和海巡人员和海巡来处理。因若昨下晡中国阁有侵扰行动，有4架中国海警船侵入金门限制水域，海巡艇是监控，而且这摆公布海警船才离开。中国海警1451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3556艇对你实施广播。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交驶离。海巡人员跳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强势要求已经下过线的中国海警船离开。昨下晡2点50分，有4架中国海警船为金门外海挖进金门南方水域，同时驶入咱国水域。伫咱的海巡艇的监控之下，中国海警船5点才离开。统计为去年2月到达，中国海警船已经侵扰金门水域61摆。海巡署是表示强烈谴责，而且继续守护台海安全。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甲统战，总统府昨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反并吞有讲到5大威胁，提出17项对策来应对，而且是头一摆甲中国定做境外敌对势力。总统赖清德强调，政府有必要去查公务人员敢有中国的身份证，而且中国人士来台湾交流也爱风险管理，严格限制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来台湾。总统府13搁再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时间点就伫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满20周年前，强调爱因应中国无停的统战渗透，除了爱加强咱方反并吞共识。罗总统搁头一摆定论，中国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台湾从来都不会是身高情势的那一方，这样的中国
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中央对台文攻武害国安国战会议列出目前5大国安甲统战威胁，佮提出因应策略，包括中国对咱国主权的威胁、对国军的渗透甲间谍活动，以及以两化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以融合发展吸引大商大清，甚至扰乱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罗总统特别点出，军公教人员对国家有忠诚义务，中信政府对因清查是不是有中国护照、身份证还是居住证，绝对有必要。严防并遏制中国借融合发展为名，进一步采取试图扭曲我国人对国家认同的统战操作。我也有听到不少公务人员的反应，认为这是提供机会给他们对这块土地表达他们的爱心。针对个人去中国的风险愈来愈悬，总统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为行政官员到民意代表去中国交流资讯要公开透明，并指示内政部建立宗教团体等公益组织去中国交流的公开制度，同时严格限制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士来台湾，做好风险管理。中国人士来台之审查及许可，应以进行正常两岸交流以及对等尊严的官方互动为范围。应严格限制具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士来台，以及禁止中国人士来台进行具统战性质之活动。针对最近有台湾艺人转发中国台湾省的大文表示立场，罗总统嘛叫因爱珍惜这块百姓用因的土地，也甲即马的民主自由，同时也呼吁全民共同警觉中国的渗透，除了爱提高媒体的识图能力，唔通传播中国官方的统战资讯，也希望民众即时公布各种协力统战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风面影响，天气是无稳定，各地头落雨机会有较悬。咱来看分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估计后礼拜一水汽才会豆豆减少转大。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4到27度，中南部地区通来到30度左右。明仔载暗时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各地头温度拢会下降。北部、宜兰、中部地区只有12度，南部、花莲、台东是14度。上冷的时间点会伫后礼拜一暗时到拜二透早左右，低温大约是9度到11度，提醒大家就要注意保暖。另外，今仔日、明仔载2天，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局部大雾，影响能见度。嘉义以北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赛车就请注意安全。受雨面的影响，中部地区昨中昼开始落大雨，民众赛车经过中淮便道和连落来的石头结着。也若国道1号上北有货车因为落雨处置的冰车，甚至有台中的警察车嫌烦要转去的时阵，无细意去弄着雨拿。大雨也影响到台中的机场4个航班。气象署是提醒中北部的民众出门要注意落雨甲单雷公。救护人员斟酌检查伤势，紧急替伊包空喙。受伤的民众驶轿车伫驾驶座阁掉一粒大石头。13中昼，受伤的民众赛车经过中兴便道12公里处，后落落来石头撼到规手拢是血。公路段后续为了顾及用路人安全，随即关闭我们中午。下午傍晚4点半班次的一个车队，以及明天早上7点的一个车队。那公路段在明天早上天气允许的状况之下，进行并不安全的巡检，确认安全无虞后再进行开放。中部地区伫13中昼小连续落强降雨，也是雷公雨。若是中兴便道国道1号监控画面，看到一台货柜车下晡3点外经过往北的194公里处的时阵，技术路雨路伤骨起冰车，造成中化段大塞车。台中的东西分局是有警察车，中岛对桃园嫌翻倒来的时阵，德国一道南145 K32路段，因为落雨处启动护栏。同车员警左小腿擦伤，嫌犯下巴与车内塑胶隔板碰撞，导致轻微擦伤。员警立即通知救护车借护至部立丰原医院检查治疗完毕，目前已解送本分局归案处理中。落大雨造成交通事故，嘛互台中机场中昼本地阁暂停地面作业，影响到航班4架次。看到电子看板顶悬要坐班机，显示讲因为天气延误，后被赶去金门转坐小三通的旅客是真无奈。因为我们小船都是5点，那个船是5点半，刚好下点大雷雨。那个小姐怎么跟你说的？她是说叫我们稍等一下。
受到方面的影响，中北部较会出现低温时的强降雨，提醒民众要出去都要注意雷击和透风。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全国有360多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伫过路线顶头和车龙是国体，会修法加重处罚。害过路人死亡，也则是重伤，上济罚3万6，而且吊销驾照了后，4、5天内袂使搁再考。过路人退线行伫斑马线行到一半，后地就要转弯，开始就用走的，马上互冲出去车弄倒。过路人事故一直发生，交通部咧修法、搁重罚，无让过路人造成轻伤，由即卖7200块提悬到1,800，重伤或者死亡，全部用罚款上限3万6，3个月内修正在法基准了后，就应发布实施。另外，造成过路人轻伤吊扣驾照，由即卖1年改做上悬2年，互人重伤或者死亡，目前吊销驾照3年，免国考，研究提悬到4到5年。在行川线跟斑马线上面被车撞到，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国耻。我们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很精准哈，就是我们是针对你已经撞伤人，或者是你已经撞死人的这个罚则。好，我觉得当然啦哈，驾驶人会觉得希望要开快一点。但是在行川线上真的不应该撞到人。根据交通部统计，去年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虽然比前一年降低，不过过路人被撞的事件依然常常听到。要加速摆脱行程地价，决定搁重罚。有个吓阻的作用，让不小心的人呢，因为不小心付出代价。那我觉得是蛮乐观其成，可以有一点对那个骑士或者是开车主这样有一点警示的效果。不过受法引起职业驾驶强烈反弹，因为事故的原因真多，也可能是过路人无遵守规则。话声应该公布提悬过路人违规在法的金额，才符合比例原则。那交通部无采纳建言，职业驾驶也无排除要上街路进行表达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师范大学的老师甲学生去年有争取过路人的路权，中华市公所决定伫咧正德路甲实践路做标线行人行道，进行召开座谈会说明。不过实践路的店家煞无人来，是因为烦恼无法度停车，会影响生理。公所讲会搁开说明会来沟通。学生也是认为人行道甲停车的需求是会使兼顾。学生伫大雨内面也雨伞买便当，所干那会当含车来抢路。中华师范大学的校门头前，红叫做是便当街的正德路含实践路。中华市公所规划设置标线行人行道，但是进前召开座谈，当地居民和学生拢赞成实践路沿线店家煞无人参加。实际去当地问，正反意见拢有。我是赞成啊，如果对大家的交通便利性还有安全性的话，我是赞成画人行道。绿色人行道路已经不是很大了，你那个用下去，机车放哪里？你为了行人，而且现在老实说，师大学生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些店家的生意已经比以前差很多了，再搞下去真的会很惨。有9成的师生的中师大因为校区附近的车路无画人行道，去年5月，有教授办标线改造工作坊，甲市公所申请正德路部分路段的底站路权，要来定设计车路空间的配置，提供过路人行的空间。一当阵店家和民众拢支持，中华市公所就伫咧大埔路了后，决定伫咧正德路和实践路画标线行人行道。正德路的店家支持，但是实践路的店家却大多数拢反对。学生认为人行道和停车的需求会当兼顾，公所应该加强沟通。公所我们可以在跟居民的沟通之下，我们可能有一个更开诚布公的机会来去做讨论。为什么做这个是重要的？目前就是有到场的大部分是比较支持的，可是店家部分比较没有出来。看5月如果比较顺利的话，我们5月可以来看看。中华市公所强调讲，目前是规划校门头前的正德路50公尺和实践路240公尺来做标线行人行道。有地方强势的正德路段已经就望来招标，实践路段的部分会替店家过来举办说明会，持续沟通，希望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
头起先是自由时报，树林地检署侦办违法清运百货公司美食街、病院、餐厅废油泥案，查出10成环保工程等清运业者，甲废油泥载到较无人的路边水沟啊，直接掀开水沟啊，挂漏废油泥。14年来拢安尼做，赚到乌心钱3.7亿。总是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18个人。接落来是联合报，灭一包鱼政负责人郑文智，昨日获最高法院以证交法、洗钱罪等来判刑，拢总30年5个月。即马煞传出失联，检方昨躯体无够发布通知，伊原底有挂电子手环，去年刑满，高等法院就无继续监控。落尾是中国时报，美国半导体重要公司 Intel 昨是宣布由前董事长陈立武出任新的执行长。陈立武表示会坚持公司下行的大纲业务计划，而且对过去的错误当中学到教示，希望恢复世界一流公司的地位，成做世界级大纲企业。去年4月初3大地震，新北环状线和地震真歪去。监察院昨公布调查报告，对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到建造单位等拢有缺失，而且纠正台北市政府。对此，负责施工的中华工程回应会担起责任，但是未允准乌白指控。去年0403地震，台北在分环状线发生损坏灾情，监委指出，为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到建造单位等拢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施工单位中华工程无按图施工，将调无帮宣传，最后互撤销贷款。台北财运局身为工程主办机关，无尽到施工督导甲旅游管理的责任。显出了以后呢，就等于差不多可以说是只有这根螺丝在受力。它就很容易松动，飘飘飘飘，摇摇晃晃就跑了，整个螺丝就飞出去了。它为什么要给它穿到显出呢？就是便宜行事。双北的捷运局那也有很多地方值得要检讨。好，那我们就特别纠正了台北市政府环状线第1期施工，台北市政府捷运局及工程处。均依照契约及工程会相关规定落实品管相关作业，并有资料可查。针对监面纠正，台北财运局回应，施工过程财运局甲工程处拢照契约甲工程会规定落实品管作业。中华工程表示，这摆财损对规个工程非常有限，将原因责予中钢施工问题明显不合理，佮强调被逃避应负责任，不过也无向分凊彩无赖。双北市政府向中钢求偿19.27亿，侯永义也透露求偿上新进度。我们已经委任我们的律师团，那律师团准备诉讼的程序，大概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诉讼。北市财运局表示，后续会甲新北市斗阵对中华工程提起诉讼求偿，目前进行相关程序当中，按算3月底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信义远东百货公司 A13宝林地色，去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害6个人死亡。台北地检署今年1月份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甲负责人等5个人起诉。台北地检署拜二开会决议，会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补偿每一个死者的家属180万。去年2024 3月，台北信义远北 A13美食街宝林地色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6人死亡。台北地检署10日开会决议，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补偿6人家属各180万，拢总1080万，嘛创下国内头一个10案事件犯罪被害补偿金额。案件一发生初期，我们犯保协会已经主动的联系家属，提供保护服务。那后续呢，我们也会依法来持续关心家属的需要。检方调查发现，宝林 A13店当时租约伫要到期，生意无好。去年3月16至20期间，姓周的总铺、姓吴的代办总铺、姓王的店长等人，甲已经拆封无拆封的柜仔直接放伫厨房倒卡的篮内，而且篮啊真挖进地面甲水沟啊，贪煮食方便。另外，监视器嘛显示，下班前冲洗涂骹，垃圾水就为篮边的水沟啊排出去，佮加下班了后空调关起来。
翕、热搁湿，拢有利访客劣酸毒菌的生长环境。冷藏要在这个7度 C 以下哦，那冷冻也要在18度 C 以下。再者就是在生熟食一定要分开，那上面可能刀具附着了微生物，那你又去切了熟食的食材，然后供民众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健康的发生。食安专家建议餐饮业者应该坚持食材先入先出的原则，搁遵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GHP）， 才当确保食品的安全。检方嘛表示，宝林地社伫今年1月到终结，依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4例负责人，并对伊求处4年以上的徒刑。4号的台办总部是求处4年2个月以上的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13透早发现规模4.4的地动深度是真浅，只有3公里左右。真侪居民拢出门来避难。这场地动也是当地40年来上强的地动，造成侪建筑受损，部分地区失电，阁有600多年的古迹也受损害。加在只有11个人受伤送病院，并无重大灾害。地震过后，大家烦恼还有地动尾点地行路，唔敢回去厝内。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13透早点外发生规模4.4的地动，因为地动深度只有差不多3公里，是极浅层地动。几个人伫困梦当中惊醒，都甲外口避难。Niente, io stavo dormendo e all'improvviso ho sentito un botto proprio tremendo. Non l'ho mai sentito così forte. È stata una cosa bruttissima. Poi ovviamente alzandomi ho acceso le luci e ho visto che la mia casa è tutta crepata, c'ho crepe dappertutto. 地动有差不多20秒，震央伫那不勒斯市区西边休眠火山坎比佛格莱瑞下边，是地质活动频繁的所在。地动了2点钟，一直负地动火造成部分地区电力断气，真侪建筑受损。就连那不勒斯有名景点有600多年历史的圣安娜教堂也受影响。经校咧评估钟楼结构稳定性，当局已经成立救援协调中心，评估损害灾区附近学校停课1日。Abbiamo un monitoraggio e un controllo siamo stati costantemente tutta stanotte in riunione con l'Osservatorio Vesuviano, con l'INGV, abbiamo una rete accelerometrica che ci ha consentito in tempo reale di avere la misura delle accelerazioni e quindi delle azioni sulle strutture e noi in base a好加在干那11人受伤送医，无带来重大灾害。地震地动甲去年5月发生的地动规模拢是4.4，是40年来当地上强地动。这也显示当地火山活动严重加速。为自2006年以来地表悬度上升1.3公尺，那火山爆发至少50万人生活在高度危险的地区。公司新闻电话前报道。罗西亚总统普廷13同意美国的乌克兰战争停火方案，但是强调任何停火拢必须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有细节要处理。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普廷是发表一份非常有希望的声明，但是无完整。两国的元首拢表态想要赶紧会谈。也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认为，普廷的声明是无新意。Согласны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о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это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аким, которое привело бы к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у миру. 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甲被罗西亚总统卢卡申科会谈了后，伫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交代目前的战情。Техника броше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вести е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перемирия хотя бы на 30 суток. И мы за. Но есть нюансы. В чем они заключаются? 普廷认为停火30日对乌克兰未歹，不过因即马情势大好，伫将近2000公里的接触线推进，乌克兰是毋是会利用这30日强制动员提供武器，部队继续接受训练？ Надеюсь, что на уровне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это всем понятно. Это все серьез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о есть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бсудить.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м нужно и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нашими. 普廷表示，无得卡会阁甲川普同为讨论支持和平方式结束冲突。No, he put out a very promising statement, but it wasn't complete. And yeah, I'd love to meet with him or talk to him, but we have to get it over with fast.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无认同普廷的声明。 Дуже маніпулятивні слова Путіна у відповідь на ідею тиші.
на фронті. Він фактично готує відмову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Путін, звісно, боїться сказати пря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目前亚洲战争过去这几天，俄罗斯军队在西部库斯克对俄军发动闪电攻势，战情败败。普廷阁亲身巡视这所在，阁下令赶紧反攻收复所有失地。乌克兰军队八月突破边境帕卡加，迄时阵互普廷真无面子，也是几乎本来要用来甲俄罗斯交换领土的少数条件之一。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川普唔来介入俄乌战争的谈判，伫咧外交政策对伊朗嘛打正硬。川普威胁伊朗核谈判甲战争就要经一个，不过伊朗这边却无咧信道，甚至批评川普是无信用，伊想要安怎拢凊彩。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12日在荷兰对伊大声演讲，得到热烈欢迎。无偌久前，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外长已经收到阿联高层官员转交的川普来批，要求展开新的核问题谈判。哈米尼表示，伊本人还未收到批，指控美国的行动是咧欺骗全球的舆论，营造美国想要讲，啊，不过伊朗无要讲的印象。این معناش این است که ما اهل مذاکره ایم، میخوایم مذاکره کنیم، صلح کنیم، دعوا نباشه، ایران حاضر به مذاکره. همین شخص مذاکره تمام شده، کامل شده، امضا شده رو از میز بیرون انداخت، پاره کرد. با این آدم چجور 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川普第一任期单方面掠毁伊朗核协议，会任闭讲了后，各用当年高压制裁政策，要让伊朗伫全球经济环境变固角。伊朗总统表示，拒绝伫美国的威胁甲制裁来谈判，讲川普要安怎拢会使。哈米尼讲，伊朗无纠结，按本来是有人采取行动，会坚决回应。伫这同时，伊朗强化甲中国罗西亚的合作，叫做安全纽带2025年的年度海上联合军演，7到13，伫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海峡上演，3国各派真侪只舰艇参加，演练海上打击、临检拿捕、损害管制、联合搜捕等科目，深化互信甲务实合作。伊朗大声对外公布演习的消息，外界解读是咧对美国展现家己原来有2个可靠的盟友。昨日中国外交部嘛宣布，中国、罗西亚、伊朗3国就是要伫北京举行有关伊朗核问题的会议。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首先我要。今仔日国际又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阿根廷退休民众为着年金改革，逐礼拜拢来抗议。这场示威活动随着骹球迷甲政治团体加入，抗议者甲警方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甚至爆火烧警察车，有超过120个人互人掠。政府指控讲示威者是政治激进分子甲骹球流氓，强调会依法追究责任。波兰总统杜达呼吁美国伫咧波兰境内会设核子武器，阻挡罗西亚要入侵的想法。伊表示，最近捌参美国的罗欧特赛凯洛格讨论这个意见。另外，波兰教育部也计划融入民防加军事教育，这项改革会为今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今仔日是教宗本制国就职12周年，伊伫病院当中度过这个纪念日。医护人员用鸡卵糕甲蜡烛甲教宗来庆祝。梵蒂冈表示，教宗目前肺炎病情稳定，但是也阁需要时间来恢复体力，所以也无法度确认敢有法度参加复活节。行政院进前提出总预算案，在违反2个复议案，昨日立法院伫南北人数优势之下，2案拢互否决。民进党昨是宣布讲，15会启动宣讲，先做8场，要甲人民说明总预算防台调的影响。民众党也讲要宣讲，23为新北出发，强调要打击绿营的假消息甲浪费。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案在违反2个复议案，不过南北联手伫立法院会否决。民进党13宣布为15开始展开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会，头一届是8场，要向人民说明总预算案互人煽动的影响。秘书长林佑昌阁透露，行政院长杜英台逐场拢会到位。总统赖清德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向各县市党部下动员令，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总预算就是国家进步所需要的燃料，把预算砍掉，国家怎么加大投资，怎么促进社会经济
更大规模的一个进步还有发展。下一步要如何继续做我们应该有的宪政秩序的救济，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走。林有昌讲，立法院表决会使输，暗过守护台湾民主体制的战役未使输。面对民进党下乡宣讲，民众党23嘛启动人民爱当家做主的宣讲，拨乱改正，第一站要为新北出发，再个扩大到全国，欢迎各方意见领袖来响应。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下午会从新北的板桥出发，强力打击民进党政府所散布的假讯息，更重要的是全力究责民进党政府的贪腐浪费。在第2阶段开跑的时候，行政部门要跳在第一线，难道就是要告诉人民，当不是民进党过半的时候，民进党就会出来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吗？但是国民党是不是原来安排宣讲反制民进党？安明凯表示，党部会有相关的安排，伊家己是伫选区一直伫宣讲，让民众看清楚即卖政府扮演的角色。总预算案在违法的复议案，互人反决了后，是不是提实现？行政院无甲话讲好确定，暗过调也已经开动宣讲的攻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进前，中央总预算予立法院裁掉，台湾各地头的民间组织就发起大罢免的行动。纪录片导演杨力洲嘛呼吁影视工作者要同齐站出来，因是用台湾 Action 做计划的概念要拍影片。计划发言人表示，这是影视界头一摆这么有共识，同齐投入公益行动。这个行动的第一支影片也伫咧昨昏开始对外放送。怎么可以这样做？没有水准呢？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被搞乱的，该做的不做，莫名其妙哎！大家那么努力在工作，用黑白影象征现行出门看到本色，有一个囡仔经过讲，拄到问题就是爱处理。这支影片以倒本色为主题，用民众的日常来比喻现在台湾民主拄到问题。拍这支片的导演罗建忠也伫面册强调，历史甲咱讲，你若无处理问题，问题就会处理你。所以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这些最有影像创意、最有才华的创作者跟团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刚刚讲可能横跨了广告、纪录片、剧情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来探讨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代议制度，我们究竟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支影片是台湾 Action 计划的头一支影片，伫3月13发布。台湾 Action 计划是纪录片导演杨力洲发起的，因为中央的总预算予立法院裁减，引起影视界、文学界真大的不满。计划发言人王舒表示，因看到台湾文学界也站出来发声，这些影视工作者拢受到鼓励，希望用家己的专业共同为民主自由尽一份心意。其实台湾的文学界首先跳出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串联。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其实他们的行动鼓舞了很多影像工作者，我相信很多其他的艺文创作者都被台湾文学界所鼓励。这个时候，就像大家讲，如果这时候不站出来，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站出来。发言人表示，目前已经有900位影视工作者投入这个影片计划，大家拢无提钱、无计较付出。这个计划预估制作6部到8部底片，目前已经完成3部。台湾 Action 计划希望透过影片扩大影响力，提醒大众要来面对目前的民主危机。记者中嘉的曾俊佑台北报道。台中成功3月起步案2岁澳门查某囡仔顶个月因为重伤脑死，转去澳门治疗，不过状况是一直无稳定。澳门政府表示，这个查某囡仔伫3月初7已经过身。起步案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有机关认为拢无交代进度，要求成立调查小组赶紧对外说明。成功3月台中中港店起步案拄满月。13号半暝传出不幸的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伫咧官网发布，起步事件当中受伤的2岁澳门女童，7号已经伫咧病院过身，互起步罹难人数来到5人。成功3月对此表达遗憾甲哀悼，已经向家属致以慰问。不过起步到今已经超过30天，台中市府甲检方依然未当厘清事发的原因。事情总是要追根究底啊，对啊，你总是要把事情的原因、发生的原因、成因，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都要厘清那个责任。台中市府12号伫咧议会进行新冠3月案专案报告，议员批评根据火灾调查鉴定作业要领规定，在后15天就要提出火调报告，必要时会使延到30天。专案报告所对火调的进度一字拢无讲。
如何对民众来交代？那在这个专案报告里面，连一句话有关火调报告的办理进度的字眼都看不到。有非常多的报告呢，在这边是不提供的。台中市议会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去提点，甚至应该要求市府改进他们对于公安意外的态度。台中不断传出重大公安意外，为了维护市府规避监督，有议员要求成立市会公安意外事件调查小组。11号伫咧市会得到支持通过。消防局是表示，目前相关的证物当伫咧消防署甲刑事监视中心检验，新市政的部分要预计3月底公开。这5项证物如果建立回来，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收集好以后，会连同检察官的指示一起来做一个呈报，把这个火灾检验报告书做一个说明。这样。台中地检署强调，起步现场规模真大复杂，目前已经讯问33名证人，也阁无人转被告，会赶紧来厘清责任，专案向过失致死顶罪方向侦办。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花莲一间国中传出霸凌事件，有几位查某学生因为不满另外一个女同学，哪像伫咧外口乌白放风声，就甲这位女同学带去便所拍，而且霸凌的过程拢互人翕落来，甚至是传到因班的群组。目前学校已经介入调查。这件高中生霸凌同学的事件是发生在7月下头，花莲市某高中2名女学生因为怀疑另外一位女同学伫校外乱讲话，就将被害人带到查某便所教训过程中，除了拍伊的头甲巴肚，还佫用点物件推伊的头，互伊惊甲唔敢讲话。下课的时候，就是孩子约另外一个孩子到厕所去讨论这个事情了，那讨论到后来就是动手起来了，就是被行为的家长讲到他轻微的挫伤跟淤青这样。因为霸凌过程也互翕落来，个上传班级群组，学校第一时间发现，是介入甲调查。除了依照规定通报教育处，也侪双方家长同齐进行会谈，主要加害学生由家长带回管教5日，被害同学也伫厝休养，双方拢爱锁定学习。那这件事情学校已经受理，然后现在正在调查，所以我们会视最后的调查结果做一个相对应的处分。然后，学生的部分也会做一个妥善的辅导。根据学校调查，目前主要加害行为人有2位，其他也有3、4个学生伫边仔看。学校虽然已经依照终点会期，也毋过被害家长真生气，要求学校爱害互囝儿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去年赛车载因妈妈所发生车祸，造成坐伫副驾驶座的妈妈死亡，保险是理赔1300万。不过保险公司发现，这个查甫人暗看妈妈的身体状况，甲伊投保理赔较悬的意外险，就向警方来检举。检警也甲伊甲伊的太太小弟带转去问话，认定有串通，就向法院申请羁押。停伫车架内轿车慢慢已经落去，这台经过弄桥汽车造成嘉义一名60岁妇人死亡，也牵涉诈保机魂。你就赌来赌吧，对啊，也都不跟人家打招呼，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甲厝边真少来往的姓刘查甫人，去年5月赛车载母亲到东石乡，经过这个丰信道路的时，家己讲互背照干照，加比破向车窗造成视线不良，车弄着边壁，无甲安全带副驾驶座的母亲，因为安全机规故障，相当死亡。保险公司怀疑查甫人亲像早就知影安全机规故障，也隐瞒母亲领有残障手册等问题，替死者投保真悬的意外险寿险，受益人拢是姓刘查甫人，决定向警方检。制造假车祸的这个人呢，他有意图让车上的乘客死亡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杀人罪。那制造假车祸的人呢，他另外是构成了刑法上的诈欺取财罪。姓刘查甫人事后得到1300万理赔。检警调查，已亲像问过保险专业人员，自动事故敢会通赔，也伫理赔方拒绝的时，请保险业的朋友协助申请，对方也得到100万的空米上。检警将姓刘查甫人伊的家后小弟等5个人带回侦讯，获审了后，因为姓刘查甫人有串情的顾虑，方成压，其他4个人撤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目前中央开800亿扩建高雄国际机场，不过高雄机场有宵禁，而且未来会运输求也会愈来愈多，相关的硬体设备可能会无法度应付。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中央就要量早伫咧高雄规划一个24点钟的机场，伊认为南车基地是上好的选择。货柜车一台接一台，准备要甲物件载去南车货柜码头装船送出海。南车计划区屯海造地，若做码头，未来就有可能会起机场。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中央要推动大南港大发展计划，交通建设一定要对起来。尤其高雄长期欠缺一个24点钟拢会当起降的机场。未来货运的需求会愈来愈多，伊建议中央要量早规划，南车基地是一个真适合的地点。原来填海造陆的这个西侧，那也配合我们捷运的红线，跟国道7号的非常便捷的这个直接联系到台湾的各主要的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要伫南车计划区起机场，对2000年开始就线有人提出来讨论。即摆陈其迈市长又搁提起，当地居民讲对整体利益来看，因乐观看待，不过嘛有一寡烦恼。即外海遐南车计划外海遐有一条海沟呢，足深的海沟呢。第二点就是讲有一个岐山断层的，全面列入评估嘛。你去机场敢有适合？介好啊！但是伊只要起工这时，伊要睇来走出来，这风车问题介重要无？航线不共款啊，迄个风车不共款啊。目前中央要开880架扩建高雄国际机场，预定第一期2032年完工。不过有宵禁这点，都和南部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受到真大限制。陈其迈也强调，南车基地只是一个建议，地点当然佫需要详细评估。若是眼光看较远咧，即摆都要赶紧动起来。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台北的永康商圈国内外游客拢爱去踅。台北市长蒋万安11表示，拍算要试办甲永康商圈规划做敢若会当步行的商圈，禁止乌多摆甲轿车出入。虽然在地商圈发展协会保持正面的态度，不过当地里长也讲，安尼会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反对这个规划。就算落雨，台北市大安区的永康商圈，也是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咧踅街。为了友善踅街行路的空间，台北市长蒋万安按算甲永康商圈规划做专门予过路人行的商圈，禁止车辆。但是当地里长讲，这会造成当地居民出入无方便，大部分里民拢反对。我们这边是所谓的叫做住商共荣，所以我们在1楼的店家之外。在1楼以上、2楼以上的，通通都是有居民在这里面，所以在这样的形态下，你如果把它封街的话，变成徒步区的话，我们的里民出入都会非常的不方便。上医院啊，干嘛之类的，我这100岁的很多，都是住在3楼的。你说这些人怎么办？里长指出，永康相关的人行道已经规划甲真好势，要行要拖行李拢真方便，所以反对市府的政策，认为禁止车辆颠倒会造成居民困扰。但是在地商圈发展协会对永康商圈只开放予过路人行，保持正面的态度，也建议分阶段执行。商圈的店家来讲的话。当然是欢迎啦，这个可能会一开始就是用周末假日，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考虑到这边的居民，因为居民的话，你如果说平常也不能进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居民的一个困扰。需考量在地居民及店家补货等车辆进出的问题，将持续征询商圈理事长及在地里长各方面意见，会同交通局、都发局、大安区公所等单位妥善评估规划。商业处表示，永康商圈去年耶诞节期间，有部分地区暂时封街办活动，禁止车辆出入，在地反应袂歹。针对长期封街的规划，会继续收集意见。在地里长认为，并无反对暂时性封街办活动，但是长期固定性封街会对在地里民造成负面影响，并无赞成。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新竹关西的溪流长期受到污染，其中洪沙溪是上严重，因为水头的电镀工厂长期以来拢咧排废水。环境部为102年开始，甲在地环保团体合作，伫咧新竹拢总查到49件污染案件，罚金加起来有1661万。其中上严重的是利环公司，拢总罚款450万，而且规定要投入9亿的资金换废水的处理设备。
身体关节出现一沿感觉式的泡，揢做另外一边，佮铺一沿白色的油，河川的污染造成一大堆鱼仔死伫水底。这是2023年红山溪旧南河的画面。如今河川已经改善足济啊！新地的环保团体表示，当时河川会遮尔垃圾，是因为源头的电池制作公司已经排20吨的废水。他们就是工厂不要的废溶液什么，他们收回去，说要加工处理啊。有些就是方便行事，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晚上就直接拖排到那个凤山溪啊。环境部表示，这间新地的电池制作公司或者立环公司，这2年来已经予人罚450万的罚金。另外，环境部嘛规定，伊爱投入就1的资金，改善废水处理设备。其中有一家呢，它因为这个排放的这样的一个废水造成环境的污染，已经被起诉了，然后也判刑确定。但是后来他也花了上亿的经费，还去做污染的一个改善。那目前也都没有再发生这个被澄清或者是污染的事件，所以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会当抓到这么重大污染案件，是环境部对102年开始和在地环团斗阵合作的成果。环境部设一个赖通报群组，嘛甲环团检测水质技术，透过政府民间的力量，抓到重大污染案件。环境部表示，另外还有2间公司，中王公司和乃斯八大公司，也因为重大污染，透过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模式，互人抓到，但是因为无完成改善，目前已经要求停工停业。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为着要纪念唐德宗律师对台南的付出，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追思会，现场除了有在地乡亲来参加，嘛有日本的贵宾专程来台湾致敬。另外，唐德宗故居就要整理好势，协会希望透过这个空间，延续伊坚持正义甲人权的精神，让民众更加认捌这位历史人物。透早在地民众提回来到唐德宗纪念公园，纪念唐德宗律师当年为台南牺牲性命。3月13，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追思会。唐德宗的老爸出世伫咧日本新本县溪头市，高雄市长带团亲身参与。某日本民众为了纪念唐德宗，特別對日本飛來者致敬。この方のセレモニーを見てみたいから、この方とても立派な人です。私のふるさとの熊本出身です。过去也奋斗，伊种精神是即摆少年人通学习的，人唔领正义尔，你若无勇气，你嘛无法当牺牲家己。唐德宗伊就是这种人。这间90外栋的古厝是唐德宗的故居，本正涂骹拢是建筑不废材，佮加上老旧的漏水。协会2年前开始摒洗募款，经过1档外征收，即阵伫228事件78周年纪念馆重新对外公开。协会讲征收过程拆落来木材拢逐条编好，目的就是要甲遮恢复伊原本的面貌，甲唐德宗生活过所在保存做历史遗产。恢复唐德宗先生伫迄个时阵生活的时阵这个样态就对来修复，整个会恢复这个唐德宗先生伫遐开着事务所，佮因住伫遐起居的这个情形。经过那么多年了，然后里面有一些都是破损了。那他等于是说，透过我们理事长，因为我们有协会嘛，还有一些理事的努力，所以就是能够修复。目前若要参观纪念馆，就要注文登记。主办单位讲，这是一个反思历史的所在，嘛希望后民众了解唐德宗坚持正义甲人权的精神。伊嘛讲，未来邀请相关团体做伙办讲座、展览等活动，做伙传承正义甲勇气的价值。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彰化市公园路的南国宿舍群是彰化县保留上完整、面积上大的日本官舍建筑。因为年久过深是损害严重，县政府是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进行整修，按算伫咧2026年底就会完工。行入巷仔内，规排老厝是1922年甲1935年起的日本官舍南国宿舍群，嘛是彰化县保留上完整、面积上大的日本官舍建筑。彰化县政府伫2018年甲南国宿舍5号、5之1号指定做县定古迹。2019年，甲附近的宿舍群登录做自楼建筑群。目前，官舍因为年久过深，损害严重，县府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来进行整修。咱这个整修范围总共有7栋那包含这个高等书
宿舍就是咱的限定古稀哈5号、51哈，那还有这个我们判任官哈这个甲种宿舍就是4号，那其他5栋都是判任官的这个丙等宿舍哈。总建筑面积1127平方公尺的南国宿舍群，有高等官第3种官舍、判任官甲种加丙种官舍，计共7栋宿舍。透过宿舍的官位大小，会当看出日本时代的地方编制，甚至砖仔壁顶，阁有列出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留落来痕迹。地方人士一直真关心官舍的保存，嘛有国校老师带学生来遮进行历史调查。迄壁啊，阁有迄个美军轰炸咱台湾的时阵，炸弹的那个榴弹打到的那个枪口，这宿舍无人住的所在，拢愈来愈歹。啊，阮南国国小一直来遮来做调研，来做实习。咱的中华县城，其实伫咧清朝时阵就发展起来，啊，所以日本时代就有这个高等的官舍，意思就是吼，政府对这个地方其实是真重视的。官府表示，南国宿舍群的整修工程预计2026年底会完工，未来按算规划做青创基地，结合青年创业、文化观光、活化历史空间的使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907年出世伫新竹北部的郑南光，17岁就去日本读大学，也培养出摄影的兴趣。多元的题材伫咧台湾摄影界是真出名。新竹县特别举办郑南光的影像展览，希望透过42件作品，带大家回去到20世纪的台湾社会。珍贵老相片记录台湾古早婚礼过程，也看到过去新竹北部好野人兜经传仪式，佮热闹场景。这拢是出身新竹北部的台湾摄影先辈郑南光的作品，透过相机以幼路影像语言记录早期台湾民间生活。伫郑南光影像纪念馆展出老师42张作品，光1万多张的这照片里面去区分出我们的春夏秋冬4季来做一个时光的一个记忆。那主要的项目就是针对这个客庄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扫墓挂机，那以及我们早期传统这种结婚的一种仪式来做一个呈现。新竹县文化局指出，郑南光影像纪念馆是1926年起的，原底是郑氏家族的故居，目前是新竹县重要的历史建筑。也因为有郑南光老师的相片，才当帮迄时阵的北部录落来真侪珍贵的影像记录。郑南光影像馆其实是我们新竹县的地方文化馆，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字点哦。那今天办这个时光记忆，有关郑南光老师的一个4季的一个风景。那观众朋友来到现场，不只是可以看到北埔整个这个乡镇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过去的祭典，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旅居日本的时候相关的影像。透过郑南光的镜头，让大家重新感受北部当地的四季变化。还佫有丰富的人情味甲历史，而作品毋但是影像，更加是时代记忆的文化资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香港知名剧作家李居明创作的话剧《特朗普》3度搬上舞台，票也是卖了了。毋但成功引起话题，也让少年人对话剧产生兴趣。因那这出戏也是伫咧已经有53年历史的成功戏院来扮演。对时所引进2版改编的话剧《特朗普》，将会测试第3摆伫成功戏院舞台演出。有关是全场坐甲满，川普伫竞选总台后尾来主动围破耳的这一幕，男主角梁冠天唱词一结束，观众笑嗨嗨，拍破真热热。这个4点钟的创新话剧，自2019年第1摆公演就红起来，剧中人物贯穿古今、毛泽东、江青、尼克森、周恩来、金正恩、何锦丽、伊凡卡、川普拢出来，在历史加戏幻的剧情，讲26岁特朗普对尼克森访问中国，伫甲周恩来演习典馆，讲到失散真侪年的共谋兄弟川普，带出连续的故事。半世纪微量9年，各式角色演变，对广东大戏曲牌化作喊鼓，结果人佮口水情节，观众看甲是真懊恼，若成功引爆话题，佮引起少年族群对话剧的好奇。内底2分之2的观众拢是少年人。
轻人就是他很好奇，就是对这种就是表现方式是非常惊奇的。那我觉得客觀上它是會促進年輕人來了解粵劇是什麼。睇完咗之後覺得原來都好睇喎咁樣，咁所以對粵劇成個文化嘅加持咧係好大嘅，咁亦係使到粵劇咧係成為咗一個世界性嘅劇種。甲所有傳統戲劇同款，時代演進，戲迷年會增加市場愈來愈細。有53年歷史的成功戲院，因為業主換人，3月初3休訓，改起做基督教福音派教堂。戲院大廳天房108泡泡頂，入口的大 logo， 無共時代作家簽名海報，建築大師彌補機會書法對聯這文物，佇個尾場演出關頂了後，行入歷史。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落尾咱最近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天氣預報資料。北部地區17度到25度，中部地區17度到28度，南部地區20度到30度，東部地區21度到27度。高島地區12度到25度。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載再會。我拄倒来嘛有向笑啊，讲啊做100间你读较歹去哦，你做一间做几年？